三郎被拘捕。你隻石三郎啊，份 file 都好厚唔使落孖葉啊，Sir。四哥嗰陣時最出位嘅啦，快狠勁，拼命三郎。三郎戴住名貴手錶，真係仲以為自己係三郎哥啊？呢隻錶唔行噶啦，變晒噶啦。酒吧有人將三郎個頭撞爆玻璃酒櫃，三郎意識模糊。拳館佢眼神堅定。我知。片名《拼命三郎》，天馬影聯、東方影業、指令發行、香港電影發展基金、文創產業發展處。三郎鬧個仔石頭，出嚟行古啊！我問你係咪行古啊？石頭打爛 David 跑車。係咪行古啊？關你咩事啫？你扮人做老豆啊？四哥而家你個仔就搞到我個仔個頭上高有笪疤，隻頭你就俾阿 David 係咁意收翻3件算數。喺邊大學啲？父子俾人追，喺度，咪走啊！賠錢俾你。你泊車嘅啫喎 ，uncle， 你賠到幾多？要準備坐監。前妻你又用錢解決啊嘛？你嚟揾我都要錢啫。啊，我覺得你嫁得俾姓鄧嗰個啦，覺得自己好巴閉咁啊！我冇咁折墮。三郎公路飛車，點拆咩啊？做人唔好向後看，要向前看。喺酒吧混戰以一敵眾，火勢秒速蔓延。主演譚耀文、林嘉熙、鄭浩南、應智越、姚樂怡、石頭練拳。你冇諗過將來做咩㗎？我哋喺個社會上面乜嘢都唔係，咩都做唔到，咁咪是但有乜咪做乜咯。字幕逆境自強，越難越拼。三郎石頭父子鬧市中練跑，眼神充滿鬥志。片名《拼命三郎 Fight for Tomorrow》，父子浸浴。風水輪流轉，遲早傳翻嚟我哋。字幕拼出明天，隨時隨地口述影像。香港盲人輔導會全力推動口述影像版本，由香港電影發展基金資助，文創產業發展處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全力支持。鳴謝東方影業。